OK， 今仔咱要看第18讲哦，就是高阳直石安山，高阳直石安山咱要对咱要看启示录第14章第1节咱先看第1到第5节第1到第5节圣经讲，我搁观看到高阳徛伫石安山，甲伊各有14万4千个人。拢有伊的名，甲伊爸的名写伫伊的额顶。我听去对天顶有声音，亲像井水的声音，甲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起的，好亲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因伫宝座前，并伫4活物甲正长老面头前唱歌，丰富实实的歌。除了对地上买来的迄个14万4千个人以外，无人有法通学这个歌。即跩拢是袂捌玷污妇女，因原是同性。高阳无论往倒落去，因拢跟底伊。因是对人间买来做粗俗的家子，维护上帝甲高阳。伫因喙中查无出白贼话，因是无有下属的。无下属的咱来记得顶礼拜咱看的时阵，咱是看到什么看到第13章有什么红灵迄只灵大灵就是魔鬼然后有一只对起来的手这就是咱所讲的敌基督，然后有对海起来的手敌基督，然后对起来的咱讲假先知。迄时阵，咱看到第13章落尾的时阵，伊怎来控制规个世界人无法通卖无法通买物件，生活拢拄着问题，伊就干那着来接受一个印记。意思是啥物？因着来敬拜这个敌基督，敬拜恶者。所以伫到第13章看了的时阵感觉真叫做什么沮丧讲干那规个世界变安尼咯。所以基督徒要怎咯呢？要怎咯呢？敌基督较难存敌性但是咱感谢主上帝却互咱看讲，毋是安尼。虽然看起来敌基督歹的势力较难存赢家但是这个不过是暂时的并且伊互咱看到讲，这个毋单单是暂时已经伊的时间真少了，伊的时间真短了，所以咱看到第14章的时阵，互咱有一个真大的鼓励，特别当初时的时候，当伊拄着困难的时阵因读到14章伊就看到原来上帝高阳是敌性的，高阳是敌性的所以咱若看的时阵咱看到伊什么第1节伊讲。伊阁观看到高阳徛伫石安山了甲伊有14万4千个人所以今仔日咱看到这个是实行伫对的第6个乌表第6个乌表就是石安高阳伫石安山咱记得咱头一个是讲到天使甲伊只灵这个是第12章第2是讲到妇女甲红灵第3咱看到迄个巡逻的囝就是讲说甲有关信主的人第4章因的人数应该毋是真多但是伊交红灵的关系第4就讲到对海出来的手就是敌基督，第5就讲到对地出来的手这个就是这个假先知。今仔日咱看到这个第6个乌表伊看到讲啥物有14万4千个人，这14万4千个人到底是啥咱来记得伫启示录第7章第1节到第8节的时阵，咱已经看去了就是伫大灾难的时阵还是讲灾难期间一开始上帝就伫以色列地竞选14万4千个人对12个种族内面每一个种族以色列的支派顶面选
12000人啊，12000个人啊，所以因是14万4000个人啊。了这几个这侪人啊，因是布道家，因为上帝特别拣选了因啊，有法通伫迄个时阵啊，过来传福音。咱就会记得伫大灾难开始的时阵，教会已经被提啊，教会无伫底咯，所以上下要来传福音呢，所以上帝就是兴起这寡的人啊，上帝特别伫因的协定契机好契机好，所以伫这个大灾难的期间因蒙保守因袂安遐受害，甚至因开始传福音，所以有真侪人信主伫第7章咱看到因是伫第章今仔咱一阵咱看第14章的时阵咱看到因伫倒啦，因伫锡安山，其实锡安山这个就是讲到伫天堂伫天顶敢若伫天顶呢，因为因讲啥物伫遐因伫第3节伊讲因伫座位的面头前有4个画面甲正长老的面头前来唱新歌，所以因已经到天顶了所以这个期间到底是怎所以解经家无法通讲有的人就认为讲这个是千禧年的时阵这侪这14万4000个人因进入千禧年耶稣设立伊的国度因就是经过这7年内面因个掠去但是有的感觉讲伊是干因是为主顺道所以这个是伫7年的差不多一半。当敌基督起来逼迫的时阵伊就有上帝就允准敌基督将这14万4000个人给杀死是给杀死，所以因即阵是天堂第三个讲法是讲这14万4000个人因无死因无死但是因怎伫天堂若无死就是上帝好该应该互因被提亲像教会是信徒被提同款所以有这三个讲法到底是什么咱无清楚咱无清楚，但是咱清楚的一项当上帝伫第7章讲因是14万4000个人毋是即阵毋是14万3999个是隆重整数，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上帝所竞选的伊袂放杀上帝所竞选的伊这个伊拢保守交代这是咱做基督徒这个真大的这个应允这个安慰你若会记得伫约翰福音18章的时阵主耶稣讲你所跟天父讲你所交互我的17章伊讲你所交互我的无一个人敢若是，所以上帝属互咱看到咱若属主的人主会保守交代主会保守交代所以这14万4000个人到底怎样呢？圣经有按遐我甲咱继续讲头一项伊讲伊有基督甲上帝的名字写伫伊的协定写伫伊的协定意思这个名字就是讲因是属伫主的因是属伫上帝因有这个名字第二因伫宝座前伫遐咧唱新的歌新的歌这个歌无但因才会晓来唱因才会晓来唱这个歌当然就是讲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拯救然后第三圣经佮咱讲因无掂连妇女因是什么同性因是同性当然伫这个的时阵讲到同性并毋是讲说若结婚的时阵就已经无好了这乃是讲到伫属灵一方面咱若看圣经咱会看到圣经内面常常讲到属主的人特别伫旧约的时阵当做新主还是讲说做以色列人当因按遐来离开主还是讲一方双脚踏双船一方面敬拜上帝，一方面去敬拜
伊四周围会做外邦神的时阵啊，上帝讲因是啥物啊？因是玷污咯啊！上帝啊就讲因是行安宁嘛，啊，所以伫遮讲到因是同心的意思啊，就是讲虽然因伫这个3年半啊，也是讲7年的这个灾难当中，虽然拄着真大的苦楚、真大的逼迫啊，但是因干呐继续掠条主啊，继续掠条主，因无干呐无互这个假先知也是敌基督啊，安遐来引诱去啊。啊，伫第13章咱讲到怀要敬拜敌基督的啊，伫因的血顶啊。拢有名字啊！但是伫遮咱看到这14万4千啊，因也是有名字啊，但是因毋是敌基督的名，因是啥物？上帝甲基督的名，所以因有法当为主徛得了为主徛得了专一的相信其实这是上帝伫圣经内面最旧约开始到新约所要求属伊的人像啥物就专一忠心按遐来跟地主专一跟地主咱中国人还是讲真侪世间真侪人因有一款的观念讲啥物多多益善多多益善，所以因信伊讲我要信这个，我嘛搁加信较侪巴拉干咱讲华人话讲巴拉较西古拉多这个若无至少另外一个有法通救咱所以真侪人就是爱讲说伊的信仰加较多较稳当但是圣经却毋是安尼圣经互咱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当咱信上帝信耶稣基督的时阵咱就专一的跟随伊其余的做信仰咱必须着按遐着放弃袂做你双脚踏双船袂做你双脚踏双船因为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甲咱讲啥物伊讲咱着伊要将咱当做啥物贞洁的妻子来献互上帝来献互基督伫圣经内面新约有讲到咱教会是新妇耶稣基督是咱的新娘新郎所以伊讲保罗伊讲我爱教会就是每一个信徒伫属灵方面拢有法通贞洁然后将来献互基督的时阵则无有瑕疵这个就是咱看到这14万4千个人因描述第4因讲因是君地主的因是君地主的讲基督到倒啦因拢内底基督到倒啦因拢内底咱会记得主耶稣基督一开始伊的叫做释放的生活的生涯的时阵伊头一摆受洗了后伊就受赶到旷野去就受试探了后伊开始伊的事工的时阵伊就伊就来呼召门徒伫约翰福音第1章伊呼召门徒的时阵伊讲啥物恁来跟地我你来跟地我，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对伊的门徒的要求就来跟地伊你若看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阵伊就呼召门徒跟地伊到21章耶稣对西来国活了后伫加利利海甲门徒做一下按遐煮什么鱼互因食早起长条后伊就问彼得一项代志讲啥物你有听我比嘴搁较深无然后伊落尾讲的是啥物伊讲啥物恁着跟地我所以一开始约翰福音讲着跟地伊到落尾早的时阵还是讲说落尾上的时阵犹原是跟地伊所以这遮14万4千个人因就是忠心跟地耶稣基督伊到倒啦伊就到倒啦然后第5咱看到圣经佫讲啥圣经讲因是干孤属的家子是献互上帝甲羔羊
做一个粗俗的家子啊。然后第六，因无有瑕疵啊，嘴中无有白贼话啊，然后伊无有瑕疵啊。什么是无瑕疵啊？哦，无有瑕疵啊，并唔是讲因无犯罪啦。瑕疵这个理由是因伫古约献祭的时阵哦，当因将祭物还是牲畜带到祭司面头前的时阵，祭司啊就按遐着该看伊在所奉献的。所牵来的牛、牵来的羊啊，绵羊还是羊羔啊，还是山羊啊，是毋是有瑕疵的啊？那有瑕疵啊，就是袂做的啦。所以意思还是讲说啊，伊意思这个瑕疵的意思就是讲，有法通献立互主喜悦 ，OK， 有法通献立互主喜悦。意思是这144000个人。当因军队主因专心军队伊忠心到底的时阵，因所做上帝啊，甲基督拢按遐屹立啊，拢按遐屹立。所以啊，这个就是咱有法通啊，看起第1节到第5节讲到天顶的这段，然后对第6节到13节啊，咱要看到伊这个是什么呀？是这个插入的这个意象哈啊，插入的意象啊，咱未去到看这个意象的时阵啊，咱看到第1节讲高伊看到这144000个人啊，甲羔羊啊，因徛伫倒啦，锡安山，所以伫圣经内面啊，锡安山有几落的用法啊，头一个用法啊，锡安山就是指大卫的城，就是指伫以色列地的耶路撒冷啊，的耶路撒冷。第二啊，这个啊大卫城还是耶路撒冷锡安山，也是讲到什么？伊是千禧年的时阵的首都啊，对不住啊，这个搁再引导千禧年时的首都就是millennial kingdom 的时阵也首都的这个城是什么？就是锡安山，就是新耶路撒冷啊。然后第三，这是也是叫做隐形的城，就是伫新天新地的时阵虽然规个世界有真大的改变但是耶路撒冷城对天间降临伫这个新天新地的期间所以当咱看14章第1节讲到锡安山这是讲到伫上帝的面头前有法通讲也是讲伫天顶也是伫天顶的这个属灵的这个这个城所以咱看到这个插入的意象刷落去伫14章第6节到第13节伊有这个插入的意象。咱会记得伊讲到7个印、7个河童、7个奥妙、7个金碗伊拢有一段是壁板伫天顶的壁板然后有实行伫底然后有讲到什么？有插入的意象然后有讲到结果所以插入的意象是伫第6节到第13节咱三合来看第6节伊讲我阁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飞伫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互点伫地上的人，就是逐国、逐族、逐方、逐民。伊大声讲，应该着敬畏上帝，将荣耀归互伊，因为伊施行审判的时阵已经到了。应当敬拜迄个创造天地海甲真水泉源的。第8节，过第2位天使接着讲，叫万民啉迄个声音大受气的水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过第3位天使接着讲大声。讲若有人摆手甲手会伤，伫下顶也是手顶受了印记，这个人的确来啉上帝大受气的水的酒，这个酒听伫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无杂伊要伫升天使甲羔羊面头前
伫火甲硫磺之中受痛苦，伊受痛苦的烟要往上来请，直到永永远远。迄块摆手甲手的伤，受伊名的引起的日暝无得安宁。日暝无得安宁。我听去对天顶有声音讲，你要写落来，对答了后，伫主内面离死的人啊，有福了。圣灵讲是的，因刷了家己的路苦，做工的过后也得着因。所以这段有讲到就插入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呢有讲到什么样？有诗的宣传，有诗的宣告。你若看这四个宣告三个宣告是天使大声的宣告，第四个宣告是对天顶有声音按下来宣告所以这四个是什么呢？头一位有三位天使伊的宣告是什么有天使爬伫天顶头一个就是伊宣告永远的福音当然这个福音伫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讲到福音是什么？是好的消息是好的消息。这个好的消息是什么？当主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阵，伊讲什么？天国的福音这是天国的福音天国君天国的福音讲到这个是上帝恩惠的福音所以其实咱若看圣经里面圣经有讲到几个福音孤单一个福音圣经讲到一个福音所以伫加入太书保罗真强调一项伊讲无论是天使是别人干你传毋是阮传的福音这个人是干受咒诅，因为福音孤单一个这个福音什么这个好消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真多人踮伫咱的中间为人的罪死，然后按下流保费。有通洗清人的罪，伊国互相信的人要得到救恩这个就是福音就是上帝为咱做咱应该着符合是落来敬拜上帝着伫遐来敬畏伊敬畏伊。所以这个天使伊就传福音互踮伫杯酒的人会记得这个踮伫杯酒的人这个词这个伫创世纪伫启示录里面，这个是一个专用的名词踮伫杯酒的人，踮伫大杯酒的人伫启示录里面总共出现6摆意思跩人是什么跩就是怀无信主的人抵挡主的人，但是上帝要开始伊的大灾难的时阵因为咱看到伫第15章、16章16章落去就是个7个金碗，这是最后的刑罚要拼上帝会收起，要拼伫地上。上帝犹原会记得跩人犹原爱因来悔改所以犹原有有传福音的犹原有要甲传福音但是一摆谁来传呢？圣经讲上帝就叫天使来传我问你你回想你家己当你听到福音的时阵你头一个回应是什么你听了你有接受无你听了有接受无真侪人毋是听一摆真侪人我相信咱是听也多摆咱直直听然后咱的心就开所以有人讲你若叫人传福音当然人讲的时阵别人要相信会较恶如果若有天使传福音毋就真侪人会相信所以伫启示录14章咱看到上帝伫这个时阵伊就差派天使来传福音咱若看对旧约到新约传上帝的福音的拢总是什么人毋捌叫天使在世是叫相信伊的人叫怀什么有经历着上帝恩典的人来传福音。上帝，你来记得上帝
竞选阿伯涅槃的时阵啊，伊甲伊讲啥物啊？我要祝福你啊，互你真多别人的祝福啊！啊，所以是要互以色列人，还是讲要互阿伯涅槃啊，甲伊的后裔啊，真多上帝的见证人啊，啊来宣传啊，来见证上帝恩典啊，就是对于在四周围的人。但是以色列人无做到，所以到新约的时阵啊，上帝啊，借着耶稣基督。啊，将这福音头先是互以色列人啊，然后就按遐啊，互外邦人啊。但是伊爱上啊来传福音啊，原在是信徒传福音啊。所以伫马太福音28章咱所写的啊，当耶稣要升天的时阵啊，伊就甲门徒讲啥物啊？啊，伊讲天顶对于所有的权柄，拢已经赐互我去，所以恁着看啊，恁着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传福音啊，其实是你我咱信主的人啊，应该要传的。看咱若着传呢，因为上帝拯救咱啊，咱经历到的时阵，咱就传啊。但是到第14章啊，上帝却允准天使来传。那天使传福音了的时阵啊，在第地上啊，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啊，因拢听去啊。所以这个天使啊，是一位天使，伊所讲的听，大家人听到呢，还是有无相的天使，安遐来传福音，咱唔知影。但是圣经却讲因听到，但是听了的时阵，因有信主无？圣经无讲啊，圣经无讲因有信主啊无。但是伊讲啊讲，恁着看啊，恁着敬畏上帝，将荣耀归乎伊啊，因为伊施行审判的时阵啊。迄经到，你着敬畏，你着惊上帝。咱在点第4章的人啊，伫这个时阵啊，因惊什么啊？因是惊敌基督啊，因是惊敌基督，因为因若无迄个印记啊，伊无法通做袂本。但是天使讲，恁唔通惊敌基督，恁着惊啥？你着敬畏上帝啊，因为伊要审判。咱信主的人啊，咱惊啥啊？咱有惊上帝无？啊是咱惊人，啊是咱惊真侪灵界的物件啊。咱到底惊什么？圣经讲无，咱只有惊上帝啊，只有惊上帝啊。第二啊，第二个天使啊，就按遐会宣告是什么啊？就是第8节啊，过第2位的天使啊，伊讲巴比伦的大城倾倒落，倾倒落。所以这个倾倒落啊，这个是什么？假起色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迄间倒落啊，迄间无去了啊，巴比伦。但是伫第14章的时阵啊，巴比伦城也阁有咧啊，因为当咱看到第16章、17章、18章啊，17、18、19啊，咱会看到上帝有讲到巴比伦这个大城啊，伫第18章啊，讲到巴比伦的什么啊？宗教的系统啊，还是伊伫宗教这方面的。然后19章伊是17章啊，18章是讲到商业界巴比伦伫商业方面伫政治方面伊怎会无去啊？然后第19章咱有看到讲巴比伦的军事伊的军事会按遐无去，所以即阵其实也个巴比伦也个未倾覆咧。但是伫遮天使讲的时阵伊是用假去说讲，迄间倾覆去了，迄间倾覆去啊。这个是一个宣告伫圣经内面特别启示了伊所记载的即阵异象所看到的异象无拄拄是按照时间性的无拄拄是按照时间性，毋是 chronological 的毋是这个有的异象是叫做未发生的但是伊先互人看，这是看咱咱若咧看电影有一个真水的电影伊个这什么预告伊预告互咱小看者咱知影将来无偌久要搬的时阵伊会搬什么所以伫一段的时阵14章也是相反讲到这个讲到
这个巴比伦啊，是将来无偌久要倾倒了第三就是第9节到11节讲到这跩拜手甲受伤的人因有因的时阵因干因有灾厄咯因有灾厄咯，怎样有灾厄呢？伊讲因的确要啉上帝大受气的酒伊要啉上帝大受气的酒伫圣经内面常常讲到有讲到上帝受气的时阵就因讲上帝受气的酒发怒的酒。但是这个你若看特别伫旧约伫跩先知的时阵伊伫遐咧来劝解以色列人讲上帝的怒气向恁发作咯。但是你若看常常讲到上帝的怒气的时阵伫伊的受气中，犹原有伊的慈爱，犹原有伊的恩典，犹原有伊的怜悯但是到伫这14章伊讲什么？这个酒是也纯一不杂就是讲毋是透水就是上帝的受气无搁再加上伊的恩典、伊的怜悯所以伊的受气要完全会按遐拼落来，拼互跩什么？怀无要相信的，还是怀接受受因气的人因要创啥？圣经讲你看第11节第11节是一个真叫做严重的一节伊讲因受痛苦因要受痛苦伫第10节的落尾节伊要伫火甲硫磺之中受痛苦。讲到火甲硫磺这是讲到这什么？火湖内面咱所讲的地狱咱所讲的地狱，这是到第20章咱才会看到其实伫这个火湖内面也搁一阵也搁无人甚至撒旦也魔鬼也搁无伫遐咧受苦，这个是将来因要受苦的然后因的痛苦是什么？要直到永永远远因受苦要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咱人真艰苦想象的物件。甚至有的人就发出疑问讲上帝敢若是人伫世上在世的日子无要相信上帝的时阵，伊的刑罚敢若是那是永永远远的永永远远就是无可能无个什么无这个受苦这个刑罚袂停止的。所以有的人会讲说，看得出上帝无公平还是上帝无公义但是上帝所做拢有公义拢是拢伊是公义因为干人犯罪时咱得罪这位上帝伊是永恒的上帝。当咱得罪一个人的时阵咱是这个人，咱就看这个人像这个若是普通的人当然咱受的刑罚是淡薄但是这个人愈来愈跟人讲说愈来愈有势力有势力是讲说有出名当然咱的刑罚无相当人得罪永恒的上帝的时阵咱所受的也是永恒的所以伫遮伊讲什么？日暝无得安宁日暝无得安宁。有人讲我捌看册就是作者伊咧讲伊讲敢若是地狱敢若那反艰苦，主要是无法通得到安宁无法通得到安宁伫迄搭黑暗的时阵受痛苦无辛苦就是你会受着你会感受迄个痛，心灵内面是无法通安宁所以是真艰苦的物件。所以伫遮互人看到一百真严重的道话无信主的人将来要去的所在就是安尼所以这个是第几个咯？第三个第三个信息
第四个宣告唔是对天使来啊，乃是对天顶有大声音啊。这个是一个有福的啊。伊讲什么啊？伫主内面离死的人啊，有福咯伊讲我听去对天顶有声音讲啊，你就写落来啊。对打了后，伫主内面离死的人有福咯有福咯。然后伊讲圣灵讲是的，因学了家己的路苦，所以这个大声音对天顶来有可能是圣灵的声音。伫圣经内面咱知影圣灵所发的声音是美水的声音，对吧？圣灵的美水的声音，咱就好好去听，咱才听到。只有伫遮讲到什么圣灵按遐大声按遐来讲，伫主内面离死的人有福咯。我常常有机会特别伫对数礼拜咧讲就讲啥孤单基督徒圣经将死亡甲福气连做一下咱安怎有福因为咱要学了家己的路苦，做工的过后按遐要得到伊。这只是讲到你若看规个伊的上下文伊意思是伫七年的大灾难中当人要信主会拄到真大的困难甚至真大的逼迫的痛苦，但是跩拢总要干拢总要无去要学了这跩的工作，然后为主所做主拢要悦纳，主拢记念。当然，这个不是孤单用伫当初伫将来迄个7年内面伫现主时相款咱基督徒，咱伫世上为主所做主要纪念咱的工作的过后要随着咱去到天堂。咱拢知影咱人来到世界空手来咱无带什么来咱要离开世界的时阵也是空手去咱也无法通带什么去虽然有摕真多有的人有穿野水的衫，迄衫嘛是无法通带去有的佫摕什么树叶也是无法通带去但是什么有法通带去只有为主所做的工作所以其实伫启示录内面你知会记哩袂？伫咱讲头一摆启示录的时阵，第一讲第一讲的时阵启示录有7摆讲什么有福气的人，会记哩袂？有7个福气这个是其中一个就是伫主内面离死的人这个是有福的有福的所以这个是天使所报的消息是宣告的。3个是干是真惊吓的，真惊人的。第4个就是互人得到安慰然后刷落去咱会看到本段的结局就是对14节到20节咧讲到这个7个奥妙的这个结局到底是什么14章咱看14节到20节请咱来看14节到20节我观看到有一片白云，云顶坐着一位亲像人子，头顶戴着金的冠冕，手内摕着快镰刀。有一位天使对殿中出来，向迄位坐伫云顶的大声发着讲：冲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阵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伊个坐伫云顶的，就将镰刀添伫地上，地上的庄稼就收割。有一位天使对天顶的殿中出来，伊个摕着快镰刀。有一位天使对祭坛中出来，受权柄、权势，向摕着快镰刀的大声发着讲：冲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迄个天使就将镰刀添伫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添伫上帝愤怒的大水闸中。这个酒闸
出伫城外啊，就有火对树早内面流出来，关到马的足环，远有600里啊，远有600里啊。所以这个咱看到本段的结局呢，看到又看到一位亲像人子的啊，那人子这个字啊，头一摆出现是伫但以理书，就是讲到啊，当转来但以理看到亲像主耶稣基督。伊讲亲像人子啊，其实就是咧指主耶稣基督。迄时阵当然主耶稣也阁未降世咧，也未多加六啊，多加六信啊。啊，然后所以人子啊，伊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伊伫遮所讲的啊，伊至今的冠冕啊。表明伊已经得胜了啊！主再来，伊要做王啊！所以你若看启示录第1章13节第1章13节伫遐约翰看到耶稣基督的时阵伊安遐描述甲但以理书第7章13、14节甲遮有真大的相像所以就是讲到伊所看到的一位坐伫云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每一摆讲到耶稣坐云甲伊的什么伊的审判有关联所以主耶稣伫遮要来什么审判咯？所以伊讲到有一什么快点多是讲真赖这个念多就是收割的一个起句意思是什么？已经真紧咯有要来收割咯，收割什么？杯奖的庄稼有法通讲杯奖的这个庄稼收割有2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就是所定的日期已经到了。时间到了上帝主耶稣要来审判了。第二就是讲这个庄稼已经熟透了，已经也熟了也熟的意思这个已经熟了，所以就来收割。但是这个不是人子家己来收割，伊乃是什么？伊是来监督这个收割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是谁要收割？这个是天使要收割咱记得伫马太福音第13章讲到13章几章是讲到天国的披露讲到天国的披露伫第36节到40节是耶稣回答门徒的问题因为耶稣早的时阵又讲到这个批的披露拜子就是伫餐队伫餐间来整批一款比喻伊就甲伊讲伊讲当下耶稣就离开众人进了房厝内面伊的门徒就正来讲，请你将餐间这个批的比喻讲互阮听伊就回答讲，伊个野种的就是人子伊个比喻就是讲有一个人去野种伊野的是好的种子但是暝间的时阵有一个歹人来伊就伫田间将的皮也是甲野落去所以无偌久这个麦甲皮丧时起来所以丧时起来的时阵仆人就来找主人讲主人检是你互我的这种子是好的，敢若真有这皮这皮是甲斗特别送款但是是袂食的咧伊讲阮是毋是着该挽起来主人讲什么讲你毋能该挽起来你做你互伊2个丧事重大因为到收割的时阵会将这撮皮甲麦甲伊分开将皮添伫火锅内面去烧然后将这个麦甲伊揢伫收伫仓库内面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门徒就问讲什么意思耶稣就甲伊讲伊讲迄个野种的就是人子啦，就是主耶稣来福音的种子餐队就是世界好的种就是天国的耕皮就是个恶者的耕
亚配啊，就是受敌啊，就是魔鬼啊。受割的时阵啊，就是什么？世界的末了嘛，有要受割。然后受割的人啊，就是天使啊。然后因的将啊皮啊，安尼割出来啊，因血安尼喷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安尼啊。人子要差遣耶稣者，将一切叫人跋倒的作恶的，对伊的国来干啊，挑出来啊。对伊的国来该挑出来，所以然后呢，伊要该添伫血河内面啊，伫遐的确要哀哭切齿啊。迄个时阵，义人要亲像要伫伊因爸的国内面发出光来，亲像太阳一样，有耳仔通听的就应当听啊。所以只要讲到马啊，马到底是什么？是代表信徒啦，皮啊是代表假信徒啊。看我咱要看的啊，个葡萄啊，是代表什么？无信者，还是这个叫做点伫地上的人啊。所以主要说啊，伊要开始审判的时阵啊，伊会头先将信主甲无信主的分开啊。刚才咱来问讲啊，到底当将来啊，伫这个7年大灾难的时阵啊，也有信主，也有信主啊。虽然基督徒无去了。但是伫7年内面有真侪人信主，上帝啊就要替天使啊，甲伊将应该分开啊，该分开啊。所以要有一个信徒，当然有一个是假的信徒。所以假的信徒有的是什么啊？因诚实无爱信主啊，但是因假啊，因假。有的是认为以为因迄间信主啊，却毋是啊。这款的人是更加什么更加可怜待啊，因为伊唔知影有信主啊，无信主啊。所以咱基督徒相反啊，咱伫世上主耶稣讲啊，现主时伫教会内面也是安尼，有信主的人，有一个亲像有信主的人，伊却唔是啊。但是你要怎样该背起来，你要怎样该分啊？咱无法通分啊。但是上帝知影，将来啊，伊就要将这个该分开该分开然后刷落去就讲到有葡萄伫第17节到20节啊，是讲到另外一方面是什么？收取地长的葡萄。所以咱看到伫头前讲的14节开始到16节讲到地长的庄稼庄稼甲地长的葡萄伊该什么？该分开伊该分开看安怎分开因为庄稼伫圣经内面讲到庄稼的时阵通常是指到属上帝的人属上帝的人。当然伫属上帝的人内面有一个是假的基督徒，因讲因是信徒，但是毋是但是有一个地长的葡萄是代表怀无信主的人怀叫做抵挡上帝无愿意信主的人圣经讲紧伊要将天使要来收取伊毋是收割咯，伊是安遐来收取要甲伊添伫上帝的大酒榨的中间圣经有讲紧你看伊讲第18节第18节的落尾节伊讲收取地长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干熟透了因为葡萄熟透了伫遮这个熟透甲伫第15节的时阵讲到怀庄稼熟透无送礼伫第15节讲到做庄稼的熟透的时阵是讲因为石头是已经也大了啦，看安那会大看安那会大，就是夏天因为日头真炎你要收割，你若无该收割起来，直直拍会大去所以意思这个是讲到什么？只要讲伫大灾难中当作信徒因受到真大的逼迫苦难的时阵主耶稣会记得因所以主讲说。OK， 咱要开始来收割了，收割的时间安遐来结束了。
那第18节的时阵啊，才讲到葡萄啊，葡萄是石头啊，石头的意思是什么啊？第这意思是达到极点咯，达到极点的意思啊。意思是什么？因为世上的人的罪恶已经满盈了啊啊！我能够这恶贯满盈啊，已经达到伊的极处。你若记得你读，咱若读旧约的时阵，上帝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进到迦南地啊。看若是上帝应允亚伯拉罕讲要将这地互因啊，到因得到迦南地啊，相差400几年啊，相差真久啊，相差400几年啊。看若真啊反差不多要将500年啊，看那反久那着才有法当实现啊。圣经常常讲这样，因为点伫迦南地在外邦人的罪恶也未满呢，所以罪恶若满的时阵啊，上帝的刑罚就够啊。所以迦南地会在因为罪恶满的时阵啊，上帝就刑罚因啊，将因该赶出去。伫将来啊，当人的罪啊已经满盈的时阵啊，主耶稣就要来反复伊的天使来干啊，来收割，还是讲说来刑罚啊。所以这个要刻咧什么呀？伊的什么呀？旧诈中啊，咱会记得伫旧约啊，因有一个叫做 wine press 就是看那阵有按石头的有压啊。然后再将伊的葡萄啊，拢总该揢伫遮内面揢伫内面人在因骹干去甲打，所以你若直打的时阵只有一个芳有一个水的高暗在葡萄汁会流出来葡萄汁会流出来然后因跩再甲伊摕去甲伊干甲伊揢较久咧，甲伊揢什么物件，会变做酒这个是酒渣。所以讲到这个时阵是讲到上帝会收起上帝会收起上帝会收起偌济呢伊讲到你若看圣经伊讲到有血会流出来原来这个伊咧打在葡萄流出来葡萄汁是红色的，但是伫遮讲流出来变血变血是象征，是讲到血然后伊会流偌远流600里汉文是600里其实600里是300个公里差不多300个 kilometers 300个公里然后伊讲伊的管到尾的足环顶面所以差不多是4尺差不多是4尺所以4尺滚落差不多300个 kilometer 300个公里会血反而多所以真侪解经家讲，这个应该唔是按照礼仪落去讲因为你要哪样什么中水你要中到5尺然后个差不多200-300个公里你要偌济水人要偌济死偌济人也会再流反水但是这个伊的意思是什么呢伊的意思其实伊的意思伊是要表达什么讲刑罚这个刑罚是真严重的然后这个是审判这个审判是完整的以及将来受害的人的数目实在是真惊人数目实在是真惊人那这个是讲到其实伊所讲的这个意象是将来要发生的这个将来要发生是第时就是伫启示录16章16节咱后摆看19章19节到21节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叫做哈米基多顿的征战了阿尔玛ゲドン哈米基多顿的征战了这就是伫16章19节19章讲到主耶稣第2摆过来的时阵伊要甲伊的天军
还是甲信徒来的时阵啊，伊要甲队长啊，敌基督，甲伊所有的军队啊，军兵啊，伫遐来征战啊。然后主耶稣的喙中啊，什么啊，刀会出来，会将因该毁灭啊。所以是讲到这个哈米基多顿哦，征战哦，征战过。所以这是将来所要发生的征战。但是现主是伊先互人看到，互信徒先看到讲将来这个无偌久已经要发生。其实伫圣经内面啊，伫启示录内面有讲到3个征战啊，真大的3个重要的征战。头一个征战哦，启示录无讲过上海有提到，但是无真详细。较详细哦是记载伫以西结书伫以西结书37到38节啦，37到38节，这个讲到什么？对北方，对北方的王会来到以色列度，甲南方的王，南方的王是指当然北方南方这是以色列队做你的标准个所以南方个是讲到埃及，埃及是一个叫做一个回教徒的一个国家，甲北方来啦，北方真侪解经家讲这个是苏联啦，这个是苏联个这个苏联，所以第一个是头一个征战当因来的时阵个因要来攻破以色列，上帝会按遐来拯救以色列人，互因赢过其实毋是以色列人去甲因拍啦。是什么？上帝行神力上帝推以色列来征战，将这些军队拢杀了个，所以这是头一个，这个是伫灾难中的时阵伫灾难中的时阵。再第二就是咱讲这个哈米基多顿是伫第19章，就是主耶稣基督第2摆过来的时阵甲敌基督所有的军队安尼来征战，这个是伫大灾难会落尾大灾难7年了后未进入千禧年的国度内面的一个大征战了跩人隆重会死去个，了敌基督甲假先知会受掠，因伫忝伫什么黑罗内面黑乌内面，然后迄只灵还是魔鬼会忝伫无底坑内面，按遐来捆绑伊1000年这个是第2这个征战。第3个征战，最后的征战是伫启示录20章第7节到第10节，这个是千禧年了后1000年了后，魔鬼受头绑的时阵，伊就来威胁世界当初时就是将来伫世界的人，有真侪人过来按遐来军队撒旦，然后甲上帝要来征战，这个是第3个征战这个是第3个征战。所以咱看到伫将来有刑罚有征战的代志来发生互人看到讲虽然未发生，但是成功了。所以咱下礼拜咱看到第15章第16章这些所看起这异象会一项一项会成实伫同时是会伫将来会按遐来实现所以伫遮咱有看到讲，虽然魔鬼撒旦看咱出赢，但是其实是主耶稣基督按遐来赢所以伊就互人看到伊所要做的一款的工作。所以愿主帮助咱有法通伫咱现主时，虽然咱看到社会顶面真侪黑暗的代志，真侪不法的代志，真侪不公的代志发生，但是咱知影这不过是暂时定，有一日这一切拢要无去，因为主耶稣要来了，第时要来啦，真紧就要来，所以咱原在用信心按遐来听候咱的主的降临。所以今仔日咱就看第